Hello，大家好啊！我係 Candy 啊。咁今日咧在家睇樓團咧就係繼續同大家睇樓啦。咁我相信咧近期天氣咧就唔係咁穩定，咁大家咧其實就去安坐家中咧就可以睇到最新嘅樓盤資訊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太和站睇我咧呢個新後面啦，太湖花園2房2廳一個賣盤單位。咁啊太湖花園咧一共咧就有18座啦，分為2期。咁啊全部咧都係信和發展，咁啊都屬於咧係一個大發展商，咁啊有信心嘅保證。咁另外啦，佢個位置咧就非常之近呢太和嘅港鐵站啦，步行過去咧大約都係6-7分鐘左右咧就已經去到港鐵嘅太和站。咁啊就算咧南下北上咧，其實咧都非常之方便。咁啊始終咧黐住條鐵咧，咁啊出行咧都會比較方便。咁啊而家咧嗰個港鐵咧已經咧一車直到咧金鐘同埋灣仔嘅會展站啦。咁返工返學嘅時間咧就大大減少咗好多。咁另外啦，咁我知大家咧譬如平日咧都鍾意咧可能返大陸咧放下假嘅時候去玩下啦。咁呢度過去唔同嘅關口咧，其實大約咧都係15到20分鐘左右車程，咁啊非常之方便。咁啊事不宜遲啦，即刻同大家咧就喺附近行個圈啦。咁啊了解呢個屋苑多啲之後，即刻上返嚟睇啦。咁啊太湖花園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咁咧佢就係一個純住宅區啦。咁啊2排樓咧，中間咧就係啲園林嘅美景。咁有時咧小朋友咧都可以落嚟玩下單車仔啊，或者打下羽毛球咁樣啦。咁啊有兒童遊樂設施。有會所，咁啊下面咧全部都係停車場，咁啊已經賣散晒㗎啦，咁啊都係啲咧個別業主，咁啊都會有啲租盤可以放出嚟。咁另外啦，咁啊屋苑咧，咁啊純住宅啦，行返出嚟其實咧1-2分鐘嘅地方就已經有好多餐廳啊、食肆等等咧，基本上衣食住行配套咧都一應俱全。咁啊就算過返去對面嘅太和邨咧，都係街市啊、酒樓啊等等。咁啊大堂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咁佢一共咧就有2部 lift 啦，咁啊層層都可以去得到。咁啊上返個單位啦，咁呢個單位咧實用就係400尺，咁啊所有400尺嘅單位咧都係向內圓啦，都係咧左右兩邊廳，咁啊會比較幽靜啲。咁入到個單位啦，就左右嘅兩邊廳非常之分明，咁啊呢度咧就可以做飯台位置啦，咁啊或者有時咧有啲鋼琴啊或者櫃咧都可以擺喺呢邊。咁另外呢邊啦，就可以做客廳嘅位置，咁啊梳化、電視機都夠晒位擺，距離都係充足嘅，咁啊非常之分明，咁啊唔需要諗點擺啦，就已經咧兩邊已經係好整齊。咁另外啦，一入門口啦嘅左手邊咧就係廚房，咁廚房呢埲牆咧有啲朋友咧就會鍾意做開放式啊，或者半開放式，咁啊或者咧偷埋咧大門口嗰邊嗰個位咧就做個鞋櫃。咁其實咧改法都有好多唔同嘅間隔，咁啊好靈活。咁另外啦，洗衣機雪櫃咧都夠晒位可以擺入去，咁啊可以擺喺呢個位啦。咁另外啦，其實啱啱見到啦係一排嘅櫥櫃，咁啊非常之整齊，有窗嘅，咁啊空間充足。咁另外啦，咁啊過咗客廳之後咧，有條小走廊入去咧就係2間房同埋廁所。咁呢個咧就係第一間房。其實咧2間房 size 咧就差唔多大。咁呢邊咧主要可能多數咧都可能做小朋友房啊，或者咧衣帽間、書房等等。咁啊窗台嘅位置咧都可以咧，譬如就返少少位咧就可以做張書台啦。咁咧就夠位擺衣櫃啦。咁就算做房咧都夠位擺床櫃嘅。咁望返出嚟都係內園景緻。咁之後再入去啦，就係第2間房。咁啊都係尺數咧都係差唔多大。咁呢邊咧多數就會做主人房啦，擺個雙人床之後咧都仲有位做個大衣櫃，或者如果你做地台咧就可以增加多啲收納嘅空間啦。咁成間屋嘅裝修咧都係簡單清雅啦。咁之前嘅住客啱啱搬走咗，咁可能廁所廚房咧可能都會再執一執咧，就會再乾淨企理啲。咁廁所咧就係原裝啦，但佢保養上咧都有 keep 住咧，都有打理嘅，咁就唔算係太殘舊，但咧仲係保留咗浴缸嘅設計。咁變咗咧，可能入住之前咧個廁所咧都要真係簡單執一執啦。咁啊，如果鍾意企缸咧，就可以自己改返企缸啦。但空間咧都係充足嘅，一邊咧就係鏡櫃啦，中間咧就係座廁，咁啊有窗啦，咁啊空間充足。咁要改埋趟門咧，就更加好用啦啲位置。
咁我哋望翻個景觀啦，咁佢咧就樓層係中層啦，咁咧廳同房嘅景觀其實都一樣嘅，主要都係望翻呢內園景啦，咁啊望到啲園景啊，非常之優美，咁啊主要都係向南嘅，咁啊非常之幽靜。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我嘅推介咧，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啦，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咁如果想入睇呢個單位或者知我啲詳情咧，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多謝晒大家。